民众摕到无棍伫水内底安尼拉，无棍所到之处就出现那些荧光，非常的水。乾坤生蓝人的眼泪，叫做蓝眼泪。这是台南市中关区的青山渔港，最近伫这出现蓝眼泪，互民众非常的欢喜，纷纷前来渔港抢看这个美丽的自然奇景。来，少年的啦，快点哦，快点哦！这哪这还有干乌啦？啊，这有功夫啦！来啦，搁拉了，拉了啦。啊，这条高啦，这条高会出惊啦。你这个也好啊，再看蓝眼泪，好，不如去了，好，快了，哇，快点了，你人阿公放拖把去了咧。蓝眼泪通常只会伫4月到6月这段期间出现伫马祖，形成的原因其实是一种月光虫的生物，经过海浪以及自然风的干扰，会发出淡蓝色的荧光。过去伫桃园、高雄、甲台南安平，拢有人发现蓝眼泪。当地人表示，有可能是外海月光虫飘入来渔港，才造就这番罕见美景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